大家好，呢幾日咧就冇出片啦，所以咧係因為比較忙嘅。今日星期一有少少時間，所以出條片。咁呢期視頻咧都係講翻一個關於我哋港車北上，香港人翻我哋內地養老嘅呢個話題，呢個資訊啦。好多香港嘅觀眾朋友其實都清楚其實自己喺度逼緊20平方嘅小屋苑。用緊一半嘅人工咧，交緊管理費嘅。好多時候睇病排隊咧都要3個鐘，有時候攞藥咧都要再等2個鐘。大灣區其實正在發生一場巨變，係直接關係到你嘅錢包同埋後半生嘅。呢期視頻咧可能會徹底改變你嘅生活方式啦。嗱，先點關注，我哋直接上硬核數據啦。咁先嚟睇一組數據先啦嚇。粵港澳大灣區個面積係唔到全國嘅1%，人口係唔到全國嘅5%，但係咧佢創造咗全國12%嘅 GDP， 呢個咧就相當於一個世界第10大經濟體。未來嘅10年喺呢度都會再投資數十萬億打造軌道上嘅大灣區。而家深中通道24小時連接深圳前海同埋中山啦，港珠澳大橋呢啲呢車流啦、物流啦，或者係資金流啦，高速湧動。呢個就唔係單單收路，係同你嘅資產、人生重新劃線。香港嘅金融、深圳嘅科技、廣州嘅商務、東莞啦、佛山嘅製造，正在練成一片黃金棋盤。而家香港觀眾嘅一啲機會咧，就唔單局限於維港兩岸啦。而家我哋好多嘅香港中老年朋友正面臨緊3重嘅暴擊。第一，居住好窒息，辛苦咗一世，換嚟嘅可能只係一個轉身都難嘅狹窄空間。第二，醫療嘅焦慮。公立排晒長龍，私立咧貴到你驚。第三，孤獨同埋高成本，社區咧就非常之逼仄嘅，養老院咧一位難求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。所以上一期視頻咧，其實我就提到咗好多港人點解會選擇翻中山養老嘅理由。嗱，退一步，海闊天空，答案咧就喺一江之隔嘅中山。咁點解係中山呢？咁上期視頻其實我已經係講咗噶啦。咁呢期視頻呢，我會再分析3個無法拒絕嘅理由。第一，成本絕對係降維啦。咁你喺香港買一個車位嘅錢，喺中山可以買一套望江花園嘅大戶型。同樣嘅預算，生活品質從生存直接切換到享受。第二，時空革命啊！咁咩係時空革命呢？而家港車北上政策徹底開放，香港單排車其實一腳油門就已經開到廣東啦。而家深中通道開通咗，從中山到深圳前海，比從新界到港島仲要快。呢個意味住咩呢？意味住你屋企人往返粵港就好似坐一趟巴士咁啫嘛。點解咁講呢？嗱，中山到深圳口岸嘅我哋行翻深中通道最快係45分鐘啫嘛。嗱，第三，養老天堂，中山氣候宜人啦，生活節奏就比較慢，多次獲評呢個宜居城市。更重要嘅係呢度正在興建對接港澳標準嘅醫療中心同埋養老社區。睇病係可以用香港嘅醫療券啦，藥費係香港嘅1/4咋。花園、廣場、新鮮蔬菜、有口嘅鄰居，呢啲先係晚年該有嘅樣嘛。嗱，想像一個畫面就係週末你嘅仔女開住港牌車，大概1.5小時從香港到你中山嘅屋企，喺你哋自己屋企嘅陽台上燒烤啦。樓下有寬闊嘅小區花園，呢個呢就唔係壓抑嘅鋼筋森林。週一到週五，你喺中山飲早茶、行公園啦，參加啲老年興趣班啦，呼吸住新鮮嘅空氣，呢啲就唔係幻想，呢個係成千上萬
北上港人正喺度過緊嘅生活。咁點解一啲小紅書啊、抖音啊，關於一啲港車北上一啲話題咁熱？因為呢個係人心所向，呢個係現實必然嘅選擇。所以聰明人已經用腳投票，佈局灣區啲核心資產啦，搶佔優質嘅養老資源啦。所以香港嘅觀眾係繼續忍受住高密度、高壓力、高成本嘅生活方式，還是果斷捉住國家嘅戰略紅利，喺灣區核心地帶啦，以超低門檻換取一個更寬闊、更從容、更有尊嚴嘅人生下半場呢？呢個呢就自己選擇啦。我講呢啲嘢呢，如果你認同嘅，咁請喺評論區打出中山兩個字，或者大灣區嘅其他問題啦。下一期視頻呢，我會直接曝光邊啲片區係最受港人青睞，邊啲樓盤配套係有港澳醫療或者直通車嘅服務，或者你想聽分析珠海嘅橫琴啦、廣州南沙啦，都可以評論區話俾我知。關注我一個講真話硬核數據帶你捉住大灣區10年紅利嘅房產博主。我哋下一期視頻再見。